台语、台湾语言，像台语啥意思？一定是啥？台湾语言是啥？即摆真侪人会争议讲，你袂使叫台语啦，你若叫台语，阮就毋是台语咯，就足侪种想法出来啊。真侪遐纠纷是啥？伊拢甲台语当作是台湾语言的简称嘛。伊个台湾语言是啥？是复数迄个台湾语言的概念嘛。所以当咱若想台湾语言时，咱想着讲有客语、有西拉雅、有原住民的语言，有即个台语等等遮，当然，咱拄则讲的，每一个人想着无啥共，有个人可能嘛要甲华语藏住啊，佫嘛有人质疑你若华语藏去，那我外人嘛藏去啊，我英语嘛要藏去，本话嘛佫愈需要藏去啊，对无？所以遐就争议啊。所以你台湾语言到底你会联想着啥物件？就咱拄则讲尔，你有讲6成是高级，大家拢会支持，但是你讲有2、3成、4成是无共的啊。尤其迄个安怎对着年纪佫会无共来。你若像我即代哦，做明阮阿公阿嬷、老爸老母都拢讲台语的啊。我的族语就是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啊，对无？但是即种人愈来愈少啦，愈来愈少咧。受着华语政策影响，足侪少年自细汉，就拢讲华语啊。所以对伊来讲的时阵，伊对迄个台语感情就无去啊。所以伊就无一定认为这是一个母语所以这台湾语言有可能是安尼当然嘛内涵无共嘛。所以基本就是伫遐无共的所在产生出来过来，真侪人就讲你若华语是台湾语言。足侪人拢反对讲，咱遐普遍拢咧讲华语啊，遐无算台湾的语言，足侪人拢安尼认为啊，足侪人讲啊，足普遍就讲啊，你若安尼讲会有算无？英语嘛拢必修呢，即摆国校嘛爱必修啊呢，对无？国校3年爱开始学咧，必修课咧。其实足侪人幼稚就去学啊呢，甚至佫双语是英语甲华语的双语呢。对无？英语有算无？对无？那华语会算，为啥英语袂使算？而且英语佫比华语较早来台湾，对无？真正较早你看马街、巴克勒遮个人，而且讲巴克勒，伊一世人60担住伫台湾，拢住咧台湾，过身嘛住咧咱台湾啦，对无？就咱遮角度来讲，这拢完全拢台湾人伊嘛算台湾人一份子啊，伊的母语。英语嘛算台湾话，敢毋是？逻辑上安尼敢袂通？对无？所以话来讲，安尼伊华语到底要安怎处理？所以咱就爱佫另一个概念，我提出一个概念，讲国民的语言，因为国民必须用语言，国民必须用语言，甲台湾语言迄两件无共个概念啦。你国民会当使用嘛？就是事实上、现实上，你伫台湾有人咧用的，迄拢是国民咧用的语言嘛。比如越南话嘛，咧用啊，甚至阿拉伯话嘛有啊，迄种土耳其的话，你看爱讲啥亚细啊，特别土耳其、亚兵啊，甲你用对无？伊个话嘛传台湾某啊，伊嘛变台湾人嘛有啊，虽然比例少，但是嘛有啊，对无？迄是国民咧用的语言，但是迄甲台湾语言迄是两件无共的为啥无共的？咱后壁佫会讲嘛，因为你若去到外国人讲迄土耳其话是台湾话迄种笑死，迄种台湾人无说是无读册这是为语言的即个分析，咱来看即个为啥迄意思就是讲纠纷